我哋最新嘅零售同埋餐飲系統可以連接我哋最新開發嘅會計系統。客戶設定好每一間鋪嘅數據連接之後，所有數據可以按一個按鈕就自動將每一間鋪嘅當日嘅銷售數據自動轉入去會計系統裏面，自動可以產生全部鋪頭嘅毛利同埋收支嘅比較嘅分析。首先，我哋連接好每一間鋪嘅數據庫，有一個版面叫做 Shop Management， 將每一間鋪嘅 server 同埋數據庫嘅連接設定好，跟住喺會計系統設定好一個日結單裏面每一個細項嘅相對嘅會計收入同支出嘅項目，例如 Visa Master 一啲現金啦，同埋一啲支出，而相對會計嘅科目編號。另外，我哋呢喺零售系統呢，亦都可以將零售系統裏面嘅採購嘅數據設定好每一個供應商嘅資料，同埋相對會計嘅科目。當我哋撳一個掣，將唔同鋪嘅銷售同埋收支嘅數據匯入去個會計系統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嗰個會計嗰個轉賬傳票裏面最右邊個鋪嗰度資料呢，就會記錄咗呢一個傳票係屬於邊一間鋪噶啦。由唔同嘅鋪頭匯入到會計系統嘅時候，我哋只需要喺系統嘅菜單左手邊撳一下 Income Statement Shop， 跟住系統就會出一個版面。喺呢個版面裏面呢，你只要好簡單撳一下個 Search 嘅 button， 咁呢所有數據呢就會出咗嚟噶啦。咁喺呢一個表裏面呢，你可以睇到去選擇去讀取唔同期間嘅損益表啦，例如一個月或者一年都可以嘅。咁而每一間鋪呢，嗰個收入同埋支出，咁佢都會好清楚咁去顯示出嚟啦，同埋做一個比較嘅。